哈那多位客家酒店先来看到去年的800水仔，本当同民众相当是为强。啱先主要今年每日一季推动人之前是有部分的见面效力，为在海端向市场提高下半嘅沙巴，就是当天人所讲的好重多，可能會對下禮拜做大水企業重新避難海規則不抗變態，行家向提拔好把叫全新而疏通。我就或者係提出more強硬嘅看法，無限係指他本主管嘅單位反對按用來清楚。杜市上提橋下背嘅避南海海端團最初佔地7.3公頃嘅河壩東岸嘅沙巴，因為避南海水頭嘅離島地區，杜去年800水仔嘅是會多沙，但杜下背嘅部分關山全面修理，但係該擺做太水，維護嘅機構安全。故所向提拔河川局申請，希望將避南海東岸嘅市上提橋下河壩東岸嘅沙巴挖鐵。不過地方團體實提出冇強硬嘅看法。覺得嗰河中島實穿過一片沙過來安尼啦，啊經過關山地區吼，就會有嗰生命摧殘嘅嗰。啊，今仔問題嘅應該要去上游吼，嗰片嘅積沙吼要疏浚，你下輩來做當輩要撈好了，應該是當輩來嘅。下輩保留嘅生態環境，安尼較重要。杭州學者提出，河壩東岸嘅沙巴係自然產物，做得調節水流，當輩嘅切物，肯做得風止風背沙，故所下線向河川局表達強烈反對，挖鐵河壩東岸嘅沙巴。洪水來的時候，它本身的這個流心啊，不會因為沒有河中島，把它整個都清乾了以後，可能對河岸呢會有很大的這個影響。中間島的部分，事實上還有多少的一個動物在棲息，或者是說，有多少比較珍貴的植物？我想我們會把這個部分調查出來之後，那麼我們再做下一步的一個這個程序跟手續。學者表示，唔單淨係各種生物大度掠，河壩東岸嘅沙巴從舊以來也成為當地自然體貌嘅一部分，對生態保育然後河川長治之間用辦清度評分點。河川局表示，目前一切還未過做評估之後，暫未決定係唔係挖鐵河壩東岸嘅沙巴。客家新聞張俊喺東報道。